Hello。各位兄弟平安。做日早起，咱用恬静欢喜的心来到主的圣殿，咱三甲做伙来练唱圣诗223首，徛起志愿稳密所在。咱琴咧弹时，咱三甲做伙来念一遍因为这首诗真水。总是呢，内底迄个歌词会互咱家己，所以咱三甲做伙来读一遍预备来，徛起志愿稳密所在，地主安全地带，迄人踮伫全能应允，平安福气久长。我要讲起自然有的，伊做我的山寨。搁也做我的避难所，永远互我倚靠。伊要救你脱离落网，逃闪瘟疫，苦难痛。伊的信息做你盾牌，是个你无害。你第4节暗暝见深，虽然通惊。你也拢免惊吓，这时这飞的钱厉害，我靠上帝无界。伫黑暗中瘟疫流行，心通安然平静。日头独正，互人死无，你也无得烦恼。伊要为你吩咐使者，保你路途好行，用手扶你保护疼惜，你脚无踏着石，因为我听迄个。YouTube 是踏着石，踏着。你若求叫伊就应允，赐你尊贵名分。危急的时，甲你同在，互你平安自在。咱这首诗真水诗篇91篇上帝的信息，上帝伫稳密的所在，常常咧看顾咱咱着爱。心安静平安来踏每一日的脚步，咱请琴弹前奏。预备来，徛起志愿稳密所在，地主安全对待。迄人踮伫全能应允，平安福气久长。我要讲起自然有的，伊做我的山寨，搁也做我避难所，永远互我倚靠。伊要救你脱离落网，逃闪瘟疫苦难。伊的信息做你盾牌，伊是个你无害。暗暝见深，虽然通惊，你也拢免惊。
自己厉害，我靠上帝无碍。伫黑暗中，阮亦流血，心通安然平静。一道道前予人失望，伊也无得烦恼。伊要为你欢呼释迦，保你路途好行。永久福气保护疼惜，你较无得着救。你若求救，伊就应允，使你尊贵名分。危急的时甲你同在，予你平安自在。伫咱每一日的生命中，有侪的搅扰，也有当时咱会拄着风台，伫日时日头真炎，伫暗时真暗，咱会去得着石，咱会真烦恼。总是咱心会当静静来想起，伫稳密的所在，上帝伫遐，伊的信息永远伫地。伊伫咱无看去的所在，伫咱毋伫惊吓的时阵，伫无平安的时，伊会是果要咱怎咱伊会是果要咱，伊会是果要咱，咱就无惊咱也来唱533首，这首诗咱真熟，我真爱讲这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咱牧师早起嘛要讲一个故事，就是耶稣伫安息日，伊伫一个妇人人，伫安息日对迄个妇人来讲，伊是非常宝贵，因为伊安怎讲翘骨得到主的以后，伊当徛在这首诗的歌词是一位英国真好野的女士，总是呢，伊伫少年的时，伊就甘愿去非洲来传扬福音。总是伊到60几岁的时，伊得到真大的病，转来到英国，伫伊66岁的时写这首诗，伫伊真病痛的时写这首诗来讲耶稣伫伊一生的中间所予伊的真宝贵的故事。咱请先来弹前奏。咱唱这首诗的时，来想念咱伫一生的中间有咧做啥物基督耶稣的故事，伫咱的生活中，预备来。我真爱讲这故事，天顶奥妙的台，天主极大的眼光，伊给伊大人来。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在世时。予我心安咸地久，也过芳华的味。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天也讲这故事，对我信心的故事，笑脸听我的主。我真爱讲这故事，若想若有滋味，世间大项所仰望，当中甲这袂比。我
真爱讲这故事，对这是大感激，所以把我所经过，望你来记忆。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是新的故事，笑脸我了我的主。我真爱讲这故事，亲像个海的声，那拢袂想哪出奇，那讲也那好听。我真爱讲这故事，真真真正会听。上帝圣经所记载，福音就咱的声。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是新的故事，笑脸听我的主。我真爱讲这故事，虽然听到些声，有关了那最大，希望爱听到见，到天眼光的所在，但听的事，那是纪念这故事，叫做因爱无比。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是新的故事，笑脸听我的主。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新的故事，笑脸听我的主。愿咱伫咱的一生的中间，也写出咱甲耶稣同行的故事。咱三甲做伙来做礼拜。今仔日是建堂奉献主日，请兄弟准备心，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
当时伊的声互地震动，若是胆有应允讲，若有一摆我毋若互地摇掣，也要互天摇掣。所讲也有一摆是指明受震动的物，就是受造的物，要拄着牵线，互遐个受震动的长长之地。所以，咱得到袂会震动的国，就有恩惠，通用虔诚敬畏来服侍，互上帝欢喜。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223首，圣诗223首，请起立。即时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架死埋葬罗永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国公堂的教会，信道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启应文诗篇71篇第1节甲第6节来应答上帝话。启应文诗篇71篇第1节甲第6节。上主啊，我倚靠你，照你的公义拯救我，互我脱离。求你做我通活起的石盘，通互我常常去踮遐。我的上帝啊，求你救我脱离歹人的手，因为主上主，你是我所仰望的。
我对胎儿，互你扶持，互我出老母的腹肚的是你。同心来祈祷。圣洁尊贵荣耀的天父上帝，你的名伫全地何等的水，诸天宣布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作为。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伫地的主。宇宙万物拢是你创造想事的，你的慈爱大到拄天，你的信实直到万世代。阮要敬拜、阿罗你到永远。主爱上帝，你有恩惠，有怜悯的，你对阮的疼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感谢你丰盛的供应，互阮拢无欠缺。感谢你，互阮伫患难互阮得到安慰甲帮赞，互阮有力量继续向前行。感谢你，互阮伫多变的世界中，会用经调你的话。我靠你得到平安甲满足的喜乐。主啊，你是阮的爸，阮是土，你是烧灰师傅，阮拢是你的手所做的。求你毋通大生气，也毋通永远纪念阮的罪过。求你暗落来看，阮是你的百姓。求你怜悯阮，求你互阮谦卑悔改的心，时常更新阮的心思意念，互阮谦卑知影家己的卑微，甲你的伟大。互阮会用的诚侪软骨所造的土，为主所用。听阮的上帝，你有赏赐，你美好的创造，有日头，有雨水，有青翠的草埔，甲美丽的乡土，互阮免挂虑地面上的一切。你也赏赐，互阮管理地面上你美好的创造，但是阮自私自大，亏欠了你的交托，互美好的创造无阁美好。求你赦免阮，重新赐阮对你来的疼心甲智慧，来管理恢复你美好的创造。主啊，感谢你保守阮平安经过一礼拜，搁引带自证阮伫圣殿同齐笑念你的疼甲恩典。当阮轻困你的时，阮看到家己行为的罪甲心灵的垃圾。阮谦卑伫你的面前来承认阮显明的罪，抑阁有阮捌伫心内只有你知的罪。求你赦免清气阮的心，帮助阮重新立志学习主的款式，互阮行伫你的旨意中。主，你是教会的头，阮是教会的肢体。阮要将教会的各种事工交伫主的手中。求你看顾阮的牧师、传道、长职同工甲会友。使阮合一的心，彼此扶持，彼此相疼，来传扬主的福音。愿主甲阮伫地，愿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敬交托。愿主照着牧师的讲道，将你的真理赏赐互阮，照着你的话改变阮，诚侪你所欢喜的人。愿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音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13章第10节到17节，台语和日本圣经86页。新约路加福音第13章第10节到17节，台语和日本圣经86页。安息日，耶稣伫一个会堂伫教示人，拄当有一个妇人人患着邪神，治病18年久，稳久拢袂春得。耶稣看见，就叫伊讲：“妇人人啊，当你脱离你的病啦！”就用双手甲伊看，伊及时春得，就归荣光上帝。管会堂的，因为耶稣伫安息日医病，就受气，对众人应讲：有6日应该着做工，迄6日间通来受医，安息日毋通。若是主应伊讲：过好的人啊，伫安息日减毋逐人对槽里偷伊的牛，也是驴，牵去食水吗？这个妇人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互撒旦绑伊已经18年久，欠毋应该伫安息的日偷伊的干吗？耶稣讲安尼，遐个对敌拢见笑，众人因为伊所行的一切荣光的事，拢总欢喜。请陈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一个实在的故事。冬天的暗暝，天色特别的暗甲寒。有一个妇女徛伫路边的角落，伊穿一领薄薄的衫，面予冷风吹甲白搁红。伊啥物拢无，伊唯一的愿望就是迄个寄伫人的厝里托人饲的查某囝。方婷，伊捌是一个真美丽的少女，伊有过爱情，嘛有过梦想。但是伫怀孕了后，伊的情人放杀伊，社会也配烂伊。当伊选择勇敢将囡仔生落来，较互人发现伊有一个毋是婚姻关系生出来的查某囝了后，伊就互工厂开除。为着要应付即个贪恋的寄养的家庭，方婷伫绝望中只好挽喙齿，加头毛去卖，最后也沦落做妓女。徛伫街路无物件食，伊昏倒伫寒的街路。迄时，迄个城市的市长听讲伊的遭遇，佮知影即个妇女是互伊开的工厂开除，就怜悯伊，吩咐人将伊送去病院。这位人称伊做马德莲市长的，原本是一个真富有的工厂老板，后来成做蒙特勒伊的市长。但是人毋知影的是，伊有一段真黑暗的过去。伫几十年前，伊叫做尚万强，为着要替无物件通食的姐姐偷摕一袋的面包，互判刑19年。出监了后，世界互拒绝，甚至连一个过面的所在也无。直到伊去弄一个主教的门，这真慈祥的主教收留伊，互伊食面甲眠床。但是这时的尚万强已经对人生、对社会非常的不满，所以伊半暝起来，将主教的运气偷摕走。清早当警察将伊掠到主教的面前，无想到这个主教竟然讲：“无，这毋是伊摕走的，是我送伊的。来囡仔，阁有哦，这对银做的蜡烛台，你莫袂记你摕走哦。”警察离开了后，尚万强非常的戆领，主教竟然赦免伊即个贼仔。主教将银做的蜡烛台放伫伊的手，对伊讲：“我已经用这个银器赎回你的灵魂，你无阁属伫是邪恶，你是属伫光明，属伫上帝。囡仔毋通辜负即个恩典。”对迄时开始，尚万强原本放落的世界，搁一摆得到重建。伊体会到什么叫做赦免，
嘛体会到什么叫做顶头生。6年过去啊，宋万强化名叫做马德莲，伊是一个真好的市长，尽力帮助弱者。伊嘛收留方婷的查某囝科赛特，用行动来回应主教的恩典。伫方婷特别过身进前，宋万强坐伫伊眠床边，甲伊保证：我会照顾你的查某囝，亲像我家己的囡仔共款。方婷的目屎随时流落来，伊的灵魂嘛得到安息。这是19世纪法国的作家雨果伫1862年所发表的一篇真长的小说《悲惨世界》，描写的是19世纪法国人的生活。伫伊小说的内面，方婷就是迄个互制度压倒的人。当伊失去倚靠，社会不但无伸出双手，反倒是攻击伊。警察看伊是惹代志的人，边仔的人嘛踢笑伊。上万强，一个敢若想要互家己厝内的人食饱的囡仔，却因为一块面包，互判刑19年。出监了后，嘛因为这个罪犯的记号，世界互人拒绝。虽然伊想要悔改，但是社会唔愿意互伊机会，直到伊拄到这位主教。这两个灵魂拢是互社会制度定罪、拒绝、糟蹋的人。但是，当真正的恩典临到，因得到透放，得到顶头生。这甲今仔日经文中间这个温故的富人人非常的共款。这位富人人无做唔到代志，伊破病18年啊。但是当时的人对病是有误解的。所以，咱会当想象，每一届伊出现伫会堂，就是爱不断地承受凌辱甲轻视。人看袂见伊，嘛袂愿伊请安，甚至无想要记伊的名，敢若称呼伊是啥物？患着邪神，治病18年久，温故拢未存得，会安尼一个富人人，温故。甲翘骨无共款，温故是温甲搁较严重的双重的弯翘，是骨到胸坎甲骹底要贴做伙的安尼一个温故。所以咱当想象，这个妇女18年以来，伊的目睭无法度看到头前，无法度看到天，无法度看见别人，伊看的就是路面，是人裹着落寡门的骹。伫遐行来行去，安尼一个妇女，制度甲传统袂去问伊的故事，人一看到伊，敢若会甲伊打一个标签，叫做“你无价值”。但是主耶稣毋是安尼咧看待伊。经文一开始甲咱讲，当安息日，耶稣去到会堂教示人，一个真简单的描写。较要为着特别发生的新约，备办一个真强烈对比的场合。因为会堂代表的是律法、特殊，但是一个富人人，佫是一个身躯有病痛，互看做是无清气的人。这个人绝对袂符合犹太会堂教条的规矩。但是今仔日伫遮，新约出现啊！恩典要拍破律法的外壳，律法无法度搁限制上帝的救恩。伫遐尔简单的描写下面，较稳重一个细节，就是路加甲耶稣因两个人对妇女的温故有无共款的描写。路加是一个医生，所以用病的形态来描写这个温故未去存得的妇女。但是耶稣较讲这个妇女是因为犯着邪神。这对咱了后16节会当看出，这个16节有讲耶稣伫遐讲话讲，这个妇人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互撒旦绑伊已经18年久。
所以咱对遮会当看见，即个妇女是因为犯着邪神，所以耶稣的话是一个暗示，就是邪神确实有可能会造成人病痛，肉体的病痛。但是嘛，请咱爱注意，咱袂当亲像有一寡的教派，认为讲若兄弟姊妹基督徒破病，袂当去找医生，上好爱来找牧师来赶鬼，病才会好起来。咱对今仔日这段经文会当知，毋是所有的病拢是对邪神来攻击，但是耶稣有属灵的眼光，所以伊一看会出来。所以咱袂当用信仰来做理由，阻挡人去看医生。另外，有当时啊，咱嘛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咱会将破病看作是这个人一定做毋到代志，得罪上帝。但是伫今仔日的经文，咱找无任何所在描写即个妇女是因为伊做毋到代志，才来得到安尼的病。所以罪嘛，毋是伊得病的原因。所以对这个理由，咱会当知，伫耶稣的眼中，即个妇女是互撒旦攻击的，伊是诬告的受害者。所以耶稣怜悯伊。但是嘛，一点非常特别的就是，伫这段经文的中间，咱找无医治中间出现一个真重要的条件，就是信心。咱伫真侪经文看到，当耶稣医治人，拢是病人伊本身，也是伊四周围的人的信心，所以这个人的病得到医好。但是这个妇女伊无开嘴来求医治呢，咱知伊可能真认命，因为18年以来伊就是安尼。但是伊来到会堂敬拜上帝，这互咱看出伊对信仰是非常的坚持甲刻薄。伊每一届当伊来到会堂，都爱承受非常大的压力。人会看，人会讲，你看，伊一定是做毋到代志，得罪上帝。哎哟，咱毋通挖滚伊哦，伊是无清气的人。一个长期互看轻、互忽略的安尼人，伫安尼情形下面，伊竟然会当维持对上帝敬虔，这非常的无简单。伫遐尔绝望、遐尔无奈的安尼情形下面，耶稣伫话聩人群中间看见伊。这个看见，毋是凊彩看、随便看见的迄个看见。这个看见的原文是注意。这个稳固甲非常严重，头压甲头骹头乌的一个妇人人，耶稣竟然会注意到伊。耶稣出声叫伊：“妇人人啊，当你脱离你的病啦！”恩典临到伊。这个稳固袂纯直的妇女，伫耶稣的注意，伫耶稣的呼召的内面，伊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伊毋但会当阁挺身，好好啊看即个世界。伊无阁需要弯曲伊的身躯，用扭曲的迄个姿势去看别人，并且伊嘛会当甲四周围的人平起平坐，有尊严的生活。耶稣看见伊，耶稣注意伊，这句话互我真大的一个感触。因为伫咱人的世界，通常咱会去注意的，是一寡伫某一方面有成就的人。哇，你足会晓读册，哦，你的事业哪遐尔成功？但是咱甲看袂起某一寡伫内心也是外在有稳固的人。伫7月底，咱的教会邀请东海大学王正文教授甲郑阳恩牧师的讲座，题目是世俗化世界中的教会发展。这个王教授有讲，伫19世纪的台湾教会，大部分对传统民间宗教改信到基督信仰的人，因大部分拢是社会较阶层迄个
财产较低的人，也是经济能力较低的人。为什么遮个人无想要伫礼拜日伫遐做工趁钱，反倒因是来到教会做礼拜服侍，并且渐渐伫教会定居咧？咱敢有想过安尼的问题？咱现代真侪人因礼拜因为服务业的关系，所以因嘛爱去做工课。但是为什么当时无即个劳工的制度保护的时，为什么遮个人无想要伫礼拜日去做工来趁钱咧？为什么？因为因接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因嘛体会着教会兄弟姊妹的关心，所以伫恩典的内面，耶稣找着即群人，回复因。虽然伫外面的世界看因是无价值的人，但是伫救恩的内面，耶稣互因找着上帝囝儿真宝贵的身份。但是现代教会敢嘛是安尼？咱坐伫遮吹真凉的冷气，听真水的诗歌，但是咱敢甲耶稣共款，有注意着稳居的人无？遮个人互社会排斥，因带着真大的伤痕来到教会，因渴慕上帝的话，因毋望有人会当关心，会当甲因分享信仰。但是咱提供互因的，敢是遮个？也是咱敢若会当提供好耍的代志，郊游自餐，也是讲一寡543咧。咱的教会、咱的团契、咱的小组，敢有互人有安尼的环境？咱敢有互人找到家己是上帝囝儿身份的安尼一个环境？有时耶稣主动呼召人，但是咱较干那顾家己的享受，将人杀出这个恩典的大门。所以咱看见伫这个安息日，这个妇女的生活甲伊的性命已经无共款啦。伊会当好好啊徛起来看这个世界，所以毋但伊家己足欢喜的，四周围的人嘛应该足欢喜的吧。但是竟然有人生气，这个生气的人是管会堂的人，管会堂的毋是管理员哦，毋是开门关门、开冷气关冷气的这种人哦。管会堂的，伊是管理会堂敬拜礼仪，亲像伊决定讲，上伫即个安息日爱读圣经，爱读律法册，也是先知册，会多一卷册。另外，伊嘛爱带会众伫遐祈祷，伊伫平常嘛爱维护整理规个会堂。安尼一个人物，伫经文中间有一个搁较大的意义，就是伫讲遐宗教的领袖。所以，即个管会堂的会生气，毋是伊一个人伫遐来消解伊的情绪那定。伫遮意思搁较是讲，遮上理解上帝律法、专务上帝律法的一群人，既然会重视律法的字句，过头伫一个人的痛苦，因宁可互即个妇人人加受艰苦一天。哎呀，等安息日结束，才来治病嘛。因嘛毋愿意互即件美丽的代志来破坏因所强调的宗教特殊。所以，即个管会堂的，因毋是不满耶稣医治的困难，伊无欢喜的是耶稣竟然伫安息日来医病。所以，即个人伊嘛真专业，伊讲出听起来真有道理，伊反对的理由。有6日应该着做工，迄6日通来伊受医，安息日毋通。咱看会出来，伊即句话的前半段。是对10条界第4条出来，第4条是啥？着纪念安息日，守做圣日。咱知做一个犹太人非常的辛苦，因有太侪规矩爱遵守，毋是10条界那尔。因嘛有对10条界发展出来的图拉，一直甲图拉制定出来，搁较侪的禁忌爱去遵守。10条界只有10条。但是，图拉有613条，
这613条的规矩，包含所有因的生活的层面的规矩。另外，除了这，因嘛有搁较侪的禁忌甲风俗。亲像咱知影，犹太人的安息日禁止做工，所以伫迄天，做妈妈的嘛袂当开火来煮物件食。犹太人的安息日是对拜五的下昏到伫拜六下昏，所以一个做妈妈的，伊爱伫拜五的下昏的进前，将因规工的物件准备好势。咱嘛无想讲安尼，咱去外面食，也是叫 Uber， 因为犹太人伫安息日无开店。毋若安尼，伫安息日会当行偌济的路，手会当行偌悬，嘛拢有伊的限制。为什么犹太人爱安尼遵守这规矩呢？因为因认为只有好好啊遵守这律法甲规矩，因就会当有快乐、尊严甲自信的生活。所以，伫咱无法度想象的讲安息日治病的安尼的问题，咱若伫礼拜日咱破病，咱会紧去找医生去急诊。但是犹太人对这种问题，因是非常非常歹接受，因认为是犯着律法。因的规矩是讲，除非一个人是病到得要死，若无绝对袂当伫安息日来治病。所以，这个妇女敢有病到得要死？无嘛，无要紧啊！安息日结束，伊才来医病就好啊。为什么耶稣你要伫安息日即天来医伊的病呢？因为耶稣甲这宗教领袖无共款，耶稣伊尊重律法。但是无互律法来捆绑，伊看重人的价值，毋愿人继续受苦。所以耶稣挑战因讲假好的人啊，这个假好的人是生气的口气哦，责备这宗教领袖，恁假好，恁表面看起来对这律法非常的热心，实际上恁较无将律法的精神当作是一回事啊。耶稣继续引用这个犹太教条伫安息日救命的条例来说明。耶稣讲，伫安息日，恁减无逐人对昨日偷伊的牛，也是驴牵去啉水吗？减讲恁饲的牛甲驴，伫安息日毋免啉水吗？毋是啊，伫安息日，恁嘛爱偷因的锁，牵伊去啉水吧。安尼，这嘛是伫做工啊。另外，伫马太福音12章，耶稣嘛伫某一个安息日去到会堂，拄着一个手高大的一个人。这个宗教领袖想要陷害耶稣，挑故意问伊讲：“哎，安息日治病敢有合法嘞？”耶稣应因讲：“恁中间什么人有一只牛，有一只羊，若伫安息日跋落去？”无甲伊掠起来吗？何况人比羊加甲偌贵气啊！所以安息日行好事是通。伫安息日，你的羊若跋伫坑里，你敢有可能讲：哎呀，等安息日结束，我才来救伊？无可能嘛！一直随时甲伊救起来。所以耶稣引用犹太人即个救命的条例来反驳这个宗教领袖。耶稣用安尼的律法来教示因，即个妇人，伊嘛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互撒旦捆绑伊18年久，敢无应该伫安息日来偷伊的干吗？恁遮遐尔关心恁所饲的动物的人，恁拢会偷伊的锁，牵因去啉水。恁的牛、恁的羊跋伫坑里，恁嘛会紧甲伊牵起来。何况即个妇女？伊甲恁共款，嘛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伊的性命敢无比恁所饲的这动物搁较贵气吗？耶稣伫遮毋若为着这位妇女来辩解，并且嘛，互伊的听众重新来思考安息日的意义，就是安息日毋是互冷淡，毋是互制度捆绑的日子，安息日应该是一个讨放恢复的日子。耶稣看重人的价值超越一切，
所以这位妇女毋是紧急到需要伫迄天来得到医治，但是耶稣来到世间，伊传的福音就是毋甘互魔鬼控制灵魂，加受一天的痛苦。所以耶稣毋管什么日子，只要伊看见，伊就掠掉迄个时机。另外，咱嘛看见耶稣一再强调，安息日为着人来设立，毋是人为着安息日。所以人主也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本来就是上帝设立，为着要互人得到安息的日子。但是伫安尼的日子，较互一个病人也受着病痛的捆绑，这敢毋是太过无道理啊吗？所以耶稣伫安息日医治教导，互咱知，咱袂当干那表面遵守安息日的规矩。但是内心较无顺探安息日的精神，所以咱会当讲，这毋那是一场真单纯的医治。耶稣所做，也伫颠覆当时的宗教传统观念。第一，耶稣主动呼召这位家己无呼救的妇人人，这互咱看见，恩典是主动临到受压制的人。过来，耶稣来毋是要废除律法。虽然宗教制度有时是处罚、禁止，互人看做真严肃、捆绑的功能，但是律法嘛有规正、引出的功能。耶稣不断强调，伊来毋是要废除律法，伊是要互律法恢复上帝设立律法原本的意思，就是尊重、保护、讨棒的意思。较毋是互人扭曲到变做重大的一个意思，毋是变做重大一种形式，最后互人诚做敢若是一个锁链捆绑伫你的身躯共款。所以兄弟姊妹，咱感谢耶稣的恩典，互咱毋免受到律法过头的捆绑。但是咱伫日常的敬拜生活中间，咱敢嘛听见天国恩典的声？什么叫做天国恩典的声？就是照上帝旨意行出生活的见证。咱已经是互耶稣伫十字架顶的救恩讨棒的人，但是咱敢真正看咱家己是上帝的囝儿，较毋是魔鬼的奴才啊咧？魔鬼的奴才是甚物？就是毋愿意离开罪，毋愿意离开自我。继续屈伫绝望的深深坑的中间的人，所以咱看见，这就是天国的价值，天国的快乐。天国毋是讲咱死了后咱要去的一个所在，天国是赢过世界的价值，超越所有的关系。所以当耶稣用双手划伫这个妇人人，伊就马上挺身。真正耶稣有讲，这个妇人人的稳固，是因为撒旦的捆绑，但是即时伊得到医治，互咱看出，这证明耶稣的快乐赢过撒旦的快乐。耶稣就是上帝。咱看见当时的人，因看见医治的这个神业了后，因有三种的反应。第一种就是这个妇女阿罗上帝，归荣光给上帝。第二种的反应就是，这个对敌拢感觉真见笑。见笑的意思就是，因知影家己做毋对代志啊。第三种就是周围的人，因为耶稣所做的代志，拢总欢喜。咱看见，无论这三种人，因当初的心态是安怎？当初这个妇女的心态是真无奈，接受命运的安排。这个群众是看闹热，也是这个宗教领袖是维护因的制度，因当初的心态是安尼，但是最后因拢降服伫耶稣的权柄下面。对这通知，天国的声音大有气力，毋但会将受压制的人，互因重新将因救起来，互恬静的人会当出声敬拜，并且嘛伫人的内心做反省判断的工课。亲像希伯来书第4章12节所讲，上帝都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双面的剑较利，
凡若魂甲神、骨节甲骨髓无插入，破开心内这念头甲主意，也无监察。咱若开心门，接受，就会比最好金搁较兴木，比蜜、比芳伫落来蜜较甜。但是咱若拒绝，咱若用敌对的心态去面对上帝的道、天国的道理，就会心内刺插，感觉非常的艰苦。所以兄弟姊妹，这是天国声音的困难。咱敢有听见天国的声音呢？咱敢接受天国的声音，也是咱嘛拒绝天国的声音呢？今仔日咱看见耶稣伫安息日的医治，互咱看见律法真正的精神。耶稣嘛亲自示范，伊听咱，伊互咱迄两条上大的诫命。第一条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然后就是听人亲像家己。安尼精神超越制度、超越教条，嘛互愿意接受的人。这个接受无一定是身躯方面的捆绑，甚至是咱心灵的稳固。这人只要愿意接受，心内重担、罪责、见笑，拢总除去。兄弟姊妹，这个咱真实的故事，毋那是一个伫2000年前医治的故事，因为今仔日耶稣嘛在你讲话，哪你脱离你的病啦？有可能咱嘛亲像即个伫悲惨世界的故事内面的方婷、上万强，带着过去的罪责，亏欠在活，但是恩典已经临到，你敢愿意起身？行往新的道路咧，嘛有可能你是亲像经文中间这位妇女，满满的重担，将你的心压到无法度起身。但是耶稣看见你，耶稣出声呼召你，你敢会当因为甲主面对面，就挺身起来，真心面对挑战咧？嘛有可能你就是迄个管会堂的，你真重视规矩、外在形式。但是耶稣今仔日嘛要对你讲，无任何制度会当限制我对你的听。你敢愿意得到透放咧？无论咱是倒一款的人，愿望咱拢会当谦卑领受耶稣的医治，挺身徛在活出上帝囝儿应该有的尊严甲身份。咱做伙来祈祷。主，我感谢你，借着这段医治的故事。照着主耶稣所讲的话，当你的病已经脱离。主，阮相信这句话嘛是对阮在讲的。无论阮心内的病，也是阮外在形式的病，主你拢要医治。恳求主你，互阮会当成做尊叹律法精神的人，互阮无互这种种的传统教条所捆绑，互阮知你的听，你的医治超越一切。愿阮听见天国恩典的声音，帮助阮的生活活出上帝囝儿应该有的身份。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做伙来读2遍今仔日的经句。请，我对胎儿，互你扶持，互我出老母的腹肚的是你。我要常常学乐你。诗篇70篇第6节。我对胎儿，互你扶持，互我出老母的腹肚是你。我要常常学乐你。诗篇71篇第6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533首，圣诗533首，请起立。
请坐。建堂奉献，请徐光义长老、苏国贤长老、曾庆仁长老来负责奉献。奉献，请廖桂干执事、曾年仪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第3点，为避免资源浪费，教会赠送会友的月历采取登记制，1户1份。伫今仔日进前，伫1楼公布栏也是拍电话来教会登记。第6点，为着纪念释教150周年，教会伫准备制作上山150年纪念特刊，将以家庭为单位留存相片做纪念，欢迎提供人清楚的相片，也会用伫8月31日联合礼拜结束后，伫3楼讲台前，由专业的同工合作，照全家福。要伫释教纪念主日，要翕相片的，提醒伫8月31日当日，全家拢爱到，以便留下满意的相片。翕的过程也是用提供相片的方式，请向数位传播组詹怡怡长老、王恩信执事，也是陈明奇执事讲。奉献部分若有错误，请向中级订正。主间聚会也是后周圣工侍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若要8月31号，请同工帮恁全家摄影的人，吼，咱等者伫1楼公布栏有一个登记，互咱按照迄个顺序来摄影。所以你若
望伫下周会当摄影的，请你等一下到1楼去登记。搁来，咱的音乐会，咱伫8月31号暗时7点的音乐会，咱有登记要摕票的，遮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嘛会当伫1楼摕票。但是你若惊讲你袂记你迄天摕票去，也是放见票，你嘛会当伫迄天伫迄个服务台遐，吼，伫遐来领票嘛会当。因为迄天要入场的人是音乐厅的人，伊是看咱有票才会当互咱入去哦。吼，所以你若惊你家己放袂记伫吼，你伫迄天去服务台甲东工领票就会使。啊，你若想要今仔日领票，等者咱伫1楼嘛有东工来协助你。所以这是咱来祈祷。咱来为着世界、台湾各地宣教士祈祷，咱为着咱教会建堂事工，为着咱的音乐会事工，也是为着咱9月开始，遮个社区的事工，拢陆续要开始。咱恳求主嘛保守咱遮个事工，为着华裔的姊妹语文，嘛为着大院的集体如黄明月节，这是文梅的大家。伊车祸，然后迄个心脏的问题，吼，咱嘛恳求主，伊伫中基伫遐大院，咱嘛恳求主保守帮赞。咱为着身躯欠安的伫厝里疗养兄弟姊妹，幼春节、林水长老、公基姐、道明兄、秀慧姐、金芬姐、玉婷、阿卡姐、明珠姐、方梅姐、丁友兄、俊成兄、以礼、明理姐、阿菊姐、各元兄，互咱开喙为着遮个事来祈祷。听堂怜悯阮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来献上阮的祈祷。阮要为着阮所处的世界、台湾来祈祷，恳求主你恢复即个世界中间即个互人的私心所破坏的特殊，帮助阮伫即个黑暗的世界中间看见你家己的光，互阮会当照着即个光，搁较来显明阮家己好的行为见证，来影响阮四周围的人。主，阮也恳求你祝福伫各国宣教的遮宣教师，特别为着真济伫真危险也是有天灾的所在，亲像广福牧师因伫缅甸的宣教。主，恳求你保守遮宣教师，互因拢会当伫上帝你所带领的平安内面，享受因特别的气力甲智慧，也保守因的平安，互因所做工，亲像种子种落去。就会补芽，就会生长，成做一丛大树。主祝福因的事工。阮也为着阮的教会怀孕的姊妹来祈祷，恳求你保守语文，互伊的身躯，也是伊腹肚内的胎，拢得到上帝你的祝福，互因拢会当平安。阮也要为着大院的卢妈妈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医治，也照着岳母部的关心，也拍开伊的心门。阮们要为着身躯欠安、侪伫厝里疗养的兄弟来祈祷。主，阮知病痛久久，心内特别的忧伤失志。主，恳求你就加添互因气力，也帮助因厝内人伫陪伴的时，要特别的耐心甲疼心。阮也将兄弟姊妹，阮的服侍、阮的生活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你来看顾阮伫后礼拜，阮的释教的礼拜，阮嘛有。兄弟姊妹要领受圣餐，阮也有姊妹要洗礼，恳求你也陪伴阮的心，阮做伙来庆祝教会的生日。阮也要为着伫暗时的音乐会来祈祷。阮有做同工真用心伫筹备即练习，恳求主你也照着因所呈现的遮个出来遮个物件，互阮兄弟姊妹伫音乐会中间，更较体会上帝你的带领。主，阮将阮的教会，将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恳求主你引带，也特别阮搁剩一个礼拜，暑假就要结束，恳求你也陪伴阮家庭中间的遮囡仔，互因会当陪伴心，准备开学，会当有一个真好的学习。阮将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引带带领。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来吟圣诗395首，圣诗395首，吟诗后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